弟兄姊妹，願因為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請會眾起立。哈利路亞！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和會眾中一心稱謝耶和華。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被所有喜愛的人所探尋。他所做的是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傳到永遠。他行了奇事，使人紀念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他賜糧食給敬畏他的人，他必永遠紀念他的約。他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將列國賜給他們罪孽。他向百姓施行救贖，頒布他的約直到永遠。他的名聖而可畏。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有美好的見識。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今日我哋一同聚集喺主嘅殿中，紀念關顧主日。願我哋本住自己嘅信仰，立志成為基督嘅器皿，喺世上作榜樣，服侍人群。我哋一同唱動力信望愛。我站到街中，停留時聲音，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我立志服務這大片人群，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我願意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只要你與我同往，不怕冷笑與迷惘，願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我願大歡欣，遍流時穿梭，我願見光彩，閃閃眼睛。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鍛鍊我耐力，承受壓迫，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要踏碎傷心，抵抗困迫。我願意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只要你與我
往，不怕冷笑與迷惘，願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往日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只要你與我同往，不怕冷笑與迷惘，願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軟弱與灰心，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我願意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感謝耶穌基督嘅救恩，使我哋喺裏面得着自由，得着新生，重新建立咗呢一份不能隔絕嘅愛。因此我哋要讚美你，我哋一同唱《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主愛偉大奇妙，至高深不可測透，竟不惜捨棄獨生子，為世間解去罪過，今得主稱作義人獲赦罪，我已經不再被控。神若與我同行，誰可抵禦敵對？誰能令到我與神愛阻隔？如能危險刀劍、狂風雨暴、貧困軟弱、赤身飢渴，也不可使我與神愛隔阻。縱處人生低處，常經變幻，明天今天各種波折，全亦都不可阻隔着神大愛。主愛偉大奇妙，至高深不可測透，竟不惜捨棄獨生子，為世間解去罪過，今得主稱作義人獲赦罪，我已經不再被控。神若與我同行，誰可抵禦敵對？誰能令到我與神愛阻隔？如能危險刀劍、狂風雨暴、貧困軟弱、赤身飢渴，也不可使我與神愛隔阻。縱處人生低處，常經變幻，明天今天各種波折，全亦都不可阻隔着神大愛。如能危險刀劍、狂風雨暴、貧困軟弱、赤身飢渴，也不可使我與神愛隔阻。縱處人生低處，常經變幻，明天今天各種波折，全亦都不可阻隔着神大愛。全地
大愛。請坐。我哋不如安靜片刻，數算一下上帝喺過去呢個星期入面賜俾我哋嘅恩典啦。也許係豐足嘅一個星期，也許係平淡嘅一個星期，也許係不如理想嘅一個星期。但當我哋想到我哋行嘅每一步都係同上帝一齊去行嘅時候，不妨放開雙手，讓上帝最美好嘅安排繼續延伸喺我哋嘅生活當中，讓聖靈為我哋所講唔出嘅嘆息向父代求，讓我哋嘅每一步都係被上帝嘅慈愛嚟到去引領。我哋一同唱信靠禱告。非我願做之事，非我願去之處，求主以你恩典決定我每一步，走着信靠之路，這是我的禱告。求主用你慈愛令我展翅高飛，不要依我的意思，只相信你的旨意。我一生必得勝，因你與我同在。將我所有放於你手，深知你已為我代求。耶穌，你是我神，我已一生信服，願你保守。我願做之事，非我願去之處，求主以你恩典決定我每一步，走着信靠之路，這是我的禱告。求主用你慈愛令我展翅高飛，不要依我的意思，只相信你的旨意。我一生必得勝，因你與我同在。將我所有放於你手，深知你已為我代求。耶穌，你是我神，我已一生信服，願你保守。不要依我的意思，只相信你的旨意。我一生必得勝，因你與我同在。將我所有放於你手，深知你已為我代求。耶穌，你是我神，我已一生信服，願你保守。一切尊貴榮耀歸於我哋嘅父上帝。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與人同在嘅父上帝，你係我哋嘅牧者，使我哋不致缺乏。你使我哋喺暴風當中，仍然能夠安然喺你殿中聚集，仰望你嘅能力與臨在。因此我哋要讚美你。我哋亦要紀念你嘅救恩，你賜下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世上，贖回我哋世人嘅罪債，用所流嘅血設立嘅新嘅約。為此，我哋願今日去懷住痛悔嘅心喺你寶座前面陳明我哋嘅過犯，求主赦免並潔淨我哋嘅心思意念，又讓聖靈引導我哋嘅生命，使我哋嘅行事為人更學像基督。
喺世人面前活出基督嘅樣式，為身服侍人群，守望相助，盡力實踐關顧主日背後嘅精神。願上帝悅納我哋眾人嘅敬拜，以及我哋喺聽到時謙卑領受嘅心，渴望我哋喺你眼中成為好嘅泥土，能夠有勇於行道嘅動力，分享你帶俾世界嘅福音同慈愛，結出百倍嘅果子。感謝上帝垂聽我哋嘅禱告，禱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今日嘅經課選自馬太福音27章1至8節。到了早晨，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就把他捆綁解去，交給巡撫比拉多。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把那30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老說：我買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自己承當吧。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裏，出去吊死了。祭司長拾起銀錢來說：這是血價，不可放在庫裏。他們商議，就用那銀錢買了窯戶的一塊田，為要埋葬外鄉人，所以那塊田直到今日還叫做血田。現在會由龍炳儀執事擔任證道，在軟弱中不被隔絕的寬恕。各位兄姊平安，感謝上主嘅恩典，多謝主任牧師嘅安排，吩咐我今日同各位喺度分享上主嘅話語。教會每逢7月最後一個主日係公理堂嘅關顧主日。關顧主日係配合本堂關顧部嘅事工而設，包括關心本堂嘅教友嘅身體同埋屬靈嘅需要，作出適當實際嘅關懷行動。為咗配合關顧主日，我今日正道所講嘅題目係在軟弱中不被隔絕的寬恕。所用嘅經文係選自馬太福音27章1至8節。喺我哋一向嘅認知當中，耶穌嘅門徒猶大係扮演住一個反派嘅角色。佢身為耶穌所揀選12個門徒之一，但係佢出賣耶穌，導致到耶穌被釘十字架。猶大亦都成為聖經中一個備受爭議嘅人物。但係當我哋簡單地將猶大睇成一個衰人，又或者習慣將猶大塑造成一個與我哋毫無關聯嘅惡魔嘅時候，往往我哋就錯失咗佢生命帶嚟俾我哋嘅警示。猶大唔係局外人。喺路加福音第6章12節，佢話耶穌上山整晚向上帝祈禱，從好多人跟從佢嘅人當中揀選咗呢12個門徒，包括猶大。猶大曾經同耶穌同行，親眼見過耶穌行嘅神蹟，亦都深深信任，得到耶穌嘅信任，去管理耶穌事工嘅錢財，係一個不折不扣嘅局內人。
根據馬太福音27章所記載，猶大出賣耶穌之後，雖然佢心中有愧，但係冇選擇對佢嘅罪悔改，佢亦都冇選擇去尋求耶穌嘅寬恕，反而走上咗一條絕路。呢個不禁要我哋思考，猶大跟從咗夫子3年，唔通佢冇學到嗰條通往永生嘅道路咩？點解佢最終選擇自殺去了結嘅生命呢？今日關顧主日，就讓我哋一齊探討呢個以悲劇收場嘅門徒，佢最後所經歷嘅係一場冷冰嘅絕望同埋無盡嘅悔恨。我哋身為基督徒，點樣從猶大呢個結局當中反思我哋信仰嘅生命呢？請各位低頭誠心禱告。親愛天父上帝，求你與我哋同在，開啟我哋嘅心靈，聆聽你嘅話語。喺關顧主日裏邊，我哋從猶大嘅生命見到一面鏡，反映自己同樣本有軟弱。就求你嘅靈臨在，好讓我哋面對自身嘅罪疚同埋迷惘時候，不致絕望，反倒懂得回轉。主啊，求你赦免我哋個過犯，賜下寬恕嘅恩典，令我喺你嘅愛中重新站立。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Judas Iscariot， 加略人猶大係邊個呢？佢係乜水啊？喺四福音之中，除咗彼得同埋約翰之外，呢兩個門徒，加略人猶大確實係第3位被提及最多次數嘅門徒。原因就係佢獨特呢個悲劇性嘅角色，背叛耶穌，出賣老師。猶大呢個名 Yehuda 係當時一個非常普遍嘅希伯來名字。例如耶穌喺12個門徒當中就有2個人叫做猶大。當然今日嘅主角4福音書都注明出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大。另外一個猶大，傳統上我哋叫做達太 Thaddeus， 或者雅各嘅兒子猶大 Judas son of James。 喺新約聖經裏邊有第3個猶大 Jude， 就係猶大書嘅作者，基督嘅僕人，雅各嘅弟兄猶大，亦都係相信耶穌其中嘅一個細佬。Judas Iscariot 唔係個猶大嘅姓，唔係龍炳儀嘅龍，而係指喺加略呢個地方嚟嘅人，即係中國人叫嘅籍貫。例如佛山贊先生。Iscariot 有2個意思。第一個 Carius 係指向舊約時代喺南北國分開之後，南部嘅猶大省份 Judea 靠近希伯倫嘅一座城，叫做 Carius。而希伯倫同埋耶路撒冷相距40公里，好近，所以地理上 Carius、希伯倫、耶路撒冷係好接近。另外 Carius 呢座城嘅名字係出現於舊約約書亞記15章25節有記載，係屬於以色列派12支派中猶大支派嘅產業，係猶大支派中嘅分地，所以加略代表咗上帝對亞伯拉罕後裔嘅應許。因此 Judas 猶大本質上
承載咗呢份深厚嘅盟約裏邊嘅傳統。好多聖經學者指出 Carius 另外一個意思就係可能同 Sicari 備守黨嘅變體差唔多，亦都可以係講呢個黨係一個激進好戰嘅猶太人嘅激進黨。喺我哋以前用嘅聖經和合本裏邊，我哋就有讀到耶穌12個門徒當中有一個係奮銳黨嘅西門。而家新約即係呢而家嘅新譯嘅聖經和修本就叫佢做激進黨。呢個激進黨嘅目標係想透過暗殺同埋用武力驅逐羅馬政權。如果耶穌呢個門徒猶大的確係帶有呢種激進嘅思想、呢種思維嘅背景，期待住一個政治上嘅彌賽亞去看待耶穌嘅事工，自然佢會帶有強烈嘅政治色彩。呢個亦都係猶大致命嘅死穴。我今日會稍後詳細解釋呢一個致命嘅死穴。加略人猶大喺耶穌嘅群體當中係唯一一個嚟自南方嘅人，其他耶穌同佢嘅門徒都係嚟自北方嘅加利利嘅漁夫，加利利嘅勞工。佢同其他嘅門徒有所差異，但係猶大不單只能夠融合喺呢個社群，並且能夠擔任財務管理，管10幾20人居無定所嘅集體資金。嗱，唔係13個，唔係12個門徒交耶穌啊，係10幾20人，可能更多添。陣間我會解釋。猶大安排住宿、購置食物、向窮人分發周濟嘅物資，呢啲都係需要具備良好嘅行政能力，同埋有好嘅社會脈絡關係。顯示出猶大係有一定嘅教育水平，並非一個毫無見識嘅鄉下仔。由於猶大嘅出身喺耶路撒冷附近，佢亦都好可能受咗聖殿中心傳統嘅薰陶。因此，當我哋解讀猶大出賣耶穌嘅動機嘅時候，我哋需要擺脫呢個平面嘅解讀，避免簡單化一個純粹為咗30個銀幣去出賣佢嘅老師咁嘅反派角色。點解猶大要出賣耶穌？答案係唔知道。唔知道，因為4福音書冇提供一個直接嘅答案。但係喺4福音書提供咗截然不同嘅拼圖嘅碎片，有啲側重喺屬靈嘅力量，有啲係側重咗人性嘅缺陷。而馬太福音今日我哋讀嘅經文係特別聚焦喺嗰種瞬眼間排山倒海強烈嘅悔恨。以下係我綜合咗聖經對猶大反叛嘅原因嘅記載，然後跟住我會深入探討馬太福音27章所透露猶大呢個心態嘅巨變。綜觀幾本福音書，聖經指出猶大背叛有3個主要嘅原因。各個福音書有佢自己嘅重點。第一就係貪婪金錢。聖經嘅文本好清楚，提供咗直接嘅人性動機，就係經濟上嘅利益。馬太福音26章14、15節就話俾我聽，猶大直接去揾祭司長，開門見山同祭司長講生意。
聖經話：我將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數了30塊錢給他。27章第6節呢度提到呢30塊錢，剛才主禮讀出就係血價，係污糟嘅錢，係唔可以放喺聖殿嘅銀庫裏邊嘅錢，係只可以拎嚟買一塊平價埋葬外鄉人嘅墓地。有聖經學者指出，30塊錢係相當當時嘅4個月嘅工資，亦都或者係買一個奴隸嘅身價。所以呢個相當有象徵性，即係話耶穌嘅身價只不過係一個奴隸嘅身價。約翰福音12章第6節，作者極明確刻畫出猶太嘅貪婪，指出佢係一個管錢嘅人，但係經常喺裏邊偷錢。聖經第二個解釋就係撒旦嘅影響，猶大受咗撒旦嘅影響，所以出賣耶穌。路加同埋約翰擺脫咗金錢方面，係從屬靈嘅角度去睇呢場嘅背叛。路加福音22章第3節，佢話呢個時候撒旦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他本是12個門徒裏的一個。約翰福音13章27節，喺最後嘅晚餐，猶大接過耶穌俾佢個餅之後，約翰就咁樣寫：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係撒旦入咗猶大嘅心。第三個解釋就係神聖嘅必然性，亦都係聖經上嘅預言。喺整個敘事嘅過程當中，耶穌屢次係指出呢場嘅背叛嘅發生係為咗應驗古老嘅聖經嘅預言。例如當晚耶穌同門徒洗完腳之後，約翰福音13章18節，佢引用咗詩篇第41章第9節，佢話連我自己嘅朋友，我嘅依靠，食過我嘅飯嘅人都用腳踢我。今日讀嘅聖經馬太福音27章，但係冇讀第9節。第9節就係咁樣話，應驗咗先知耶利米嘅話，佢係用攞30塊錢，就係那被估定之人嘅價錢，係以色列人中所估定嘅。呢啲都係解釋咗神學上嘅原因。但係猶大個人內心嘅動機仍然係停留咗喺佢自己個人嘅選擇當中。當我哋轉向馬太福音27章1到第8節嘅時候，呢段嘅經文可以推斷咗幾個關鍵嘅原因，解釋咗點解猶大突然間醒悟，知道自己做咗一件極其錯誤嘅事。但係可惜為時已晚。第一節27章第一節提到眾祭司長同埋長老要處死耶穌。第3節提到猶大係看見耶穌已經被定了罪，就後悔。呢個處死同埋定罪係幾乎出乎猶大意料之外嘅一種判決。猶大係冇諗過會咁樣判決，所以猶大整個嘅精密盤算喺瞬間間全盤崩潰。聖殿嘅當權者利用呢個內部嘅線人，隱瞞咗最終殺耶穌嘅意圖。佢哋付咗賞錢，得到咗情報，將耶穌拘捕，連夜召開緊急嘅非法公會嘅審判，執意判處死刑。猶大最後發覺對耶穌清白無辜絕對嘅認知，講出咗良心嘅說話。第4節，我犯了罪，背叛了無辜人的血。喺古代猶太人嘅
法律當中流無辜人嘅血係帶有極其沉重嘅道德代價同埋詛咒。猶大唔僅僅係承認自己嘅過犯，更加係承認咗耶穌喺面對呢個叛國嘅指控嘅時候係完全清白，係完全無辜嘅。當猶大清醒意識到自己被利用嚟去定一個無辜人嘅罪嘅時候，呢份沉重、被欺騙、被屈辱嘅罪惡感，即刻將佢推去絕望嘅深淵。猶大攞咗呢30塊錢，並冇遠走高飛去享受人生。猶大試圖歸還俾聖殿嘅祭司，但係遭到拒絕。佢於是就將呢30塊銀錢丟喺聖殿嘅殿廳裏邊。聖經講得好清楚，係丟喺聖殿裏邊，唔係喺個回廊外邊嘅回廊。外邊嘅回廊係好多人可以執嘅，而係喺聖殿嘅殿廳裏邊係只有祭司先入到。即係話啲祭司長係要用佢親手攞翻呢30塊嘅血錢。當猶大向宗教領袖坦誠自己嘅罪咎嘅時候，佢得到個回應係極其冷酷同埋殘忍。祭司話：那與我們有什麼關係？你自己去承當吧。猶大頓時感到無助同埋絕望。當聖殿嘅當權者已經達到咗佢哋嘅政治目的，耶穌已經落喺佢哋嘅手上，呢一刻聖殿嘅大門突然關咗，大祭司甚至唔願意提供俾猶大任何贖罪認錯嘅機會。猶大意識到自己俾耶路撒冷宗教權威所出賣，同時佢自己又切斷咗耶穌同埋其他佢門徒嘅關係，最終驅使走向自己自殺嘅道路。局中有局，呢個係現實人生中最殘酷嘅篇章。約翰福音第11章解釋得好清楚，猶大被耶路撒冷呢個宗教權威所出賣呢一幕。11章記載得極其精彩。佢話祭司早已計劃除掉耶穌，因為喺佢哋祭司睇嚟，如果唔係咁樣做，整個民族都面臨滅頂之災。當你將呢份記錄喺約翰福音嘅政治恐慌，同埋馬太福音27章猶大嗰份痛徹心扉嘅悔恨做一個 parallel 對照嘅時候，一幅令人唏噓嘅畫面即刻浮現出嚟，清晰展現咗聖殿嘅當權者如何運用呢一場嘅陰謀，使猶大淪為呢一場黑暗政治大局中嘅一粒棋子。約翰福音11章48節，赤裸裸揭示咗猶大公會內心深處嘅恐懼。聖經講話：若放走耶穌，人人都會信他。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土地和我們的百姓。49節，內中有一個人叫該亞法，係本年作大祭司。該亞法對他們講：你們不知道什麼，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換句話，即係話你哋識乜嘢啊？係要耶穌去死，然後你哋先至可以免得羅馬人去剿滅你哋。所以從嗰日起，53節，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聖經講得好清楚。
對猶大、對大祭司該亞法嚟講，呢一場係絕非簡單嘅一場宗教教義嘅爭議，而係一場整個猶太民族生死攸關、國家存亡嘅危機。如果耶穌喺逾越節期間引發咗一場暴動，因為嗰陣時有以數百萬計嘅朝聖者嚟到耶路撒冷，因為嗰陣時係逾越節，羅馬軍隊勢必進行一個血腥嘅鎮壓，使整個猶太嘅社群滅亡。於是佢哋要速速處決耶穌，呢個係佢哋諗到唯一能夠維護政治生存嘅上之策。喺該亞嘅心中，佢認為佢做嘅係對嘅事，佢認為應該係應該做嘅事。因為問題在於佢哋冇辦法喺逾越節光天白日之下公然去逮捕耶穌，因為咁樣做只係引發一場佢哋極力想避免嘅暴動，但係佢冇辦法去捉拿耶穌。其實聖殿嘅人唔需要猶大幫手去捉耶穌，因為人人都認得耶穌。但係呢個時候，猶大就啱啱自己送到上門，因為猶大所能夠提供嘅，佢掌握嘅就係耶穌核心圈內嘅行蹤嘅即時嘅情報啊嘛。佢對耶穌嘅私人嘅作息了如指掌，尤其是佢能夠提供耶穌入夜之後，為咗避開人群去客西馬尼園一個僻靜隱密、容易落手逮捕嘅地方。呢一場驚天大陰謀最諷刺嘅係在於祭司出於拯救民族免於被毀滅嘅一場政治考量而設嘅局，而猶大亦都係基於佢自己自身嘅動機而出於嘅行動，各懷鬼胎，雙方算盡機關，但係對耶穌完全錯誤嘅解讀。因為耶穌嘅國度唔屬於呢個世界。猶大跟隨咗耶穌3年，佢親眼睇見咗死人復活嘅神蹟，平靜風浪。佢亦都聽過登山寶訓、浪子回頭呢啲故事。猶大亦都曾被差遣出去醫病趕鬼。無論喺神學知識上同埋宗教嘅體驗上，猶大都比好多人更接近真理，但係猶大一啲都唔明白耶穌所講嘅天國。佢對喺天國裏邊嘅寬恕同埋恩典呢啲咁嘅道理，可能佢自己固執嘅緣故，一啲都聽唔入耳。我舉一個例子，猶大親耳聽過耶穌講浪子回頭呢個比喻。但係猶大忽略咗2點。第一，浪子回頭呢個裏邊嘅爸爸答應佢分家，佢冇拒絕到個小兒子。個原因就係佢讓佢嘅小兒子有自由去選擇佢自己生活嘅方式，所以佢俾錢佢。第二，當分咗家之後，呢個小兒子出去揮霍，喺佢成個揮霍嘅過程中間，佢揮霍緊嘅係乜嘢啊？係佢爸爸嘅身家啊嘛，即係佢離開咗個爸爸，用緊嘅錢仍然係個爸爸嘅。當佢仍然活喺父親蔭庇之下，佢又離唔開呢個父親嘅恩典。當呢個小兒子涉遠歸家嘅時候，呢個父親並冇同佢翻舊賬。聖經話呢個老人家老遠跑去擁抱兒子，恩典完全向佢敞開。可惜猶大
喺個耶穌嘅口裏邊冇聽到呢個浪子喺軟弱中不被隔絕饒恕呢個恩典嘅真理。另外一個耶穌對猶大嘅愛同埋寬恕嘅例子，就好明顯喺最後嘅晚餐，明知猶大出賣耶穌嘅意圖，有咁嘅意圖，但係耶穌仍然同佢洗腳，同佢同席分餅，直到耶穌最後嗰一刻向猶大伸手，猶大最終選擇咗走入黑夜。即使喺客西馬尼園嗰次虛假嘅親密出賣耶穌，根據馬太福音26章50節，佢對猶大，即係耶穌對猶大最後一句說話：朋友，你來要做的事就做吧。Friend, do what you come for. Friend, do what you come for. 可惜猶大當時並冇意識到呢個係佢耶穌俾佢最後一個回轉嘅機會。所以即使係最危急嘅時候，耶穌仍然叫猶大做 friend， 展現咗上主嘅慈愛同埋信實。由耶穌受審到上十字架，的確嘅猶大係冇機會親身見面，同耶穌面對面認錯悔改。馬太福音27章話俾我哋聽，猶大感到深深嘅懊悔，但係可惜呢個冇真正帶嚟真正嘅悔改。懊悔嘅意思係改變心意或者感到悲傷，而悔改嘅意思係生命徹底嘅回轉，轉向上帝。猶大冇悔改，佢有冇得到耶穌嘅寬恕？經文冇記載耶穌對猶大個人講出寬恕嘅說話，但係路加福音23章34節記載，耶穌喺十架上最後嘅祈求係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呢一個嘅祈求係一個廣闊包容性嘅寬恕，除咗涵蓋咗執行佢死刑嘅整個體系，包括羅馬士兵、祭司領袖之外，亦都包含咗最初啟動呢一場出賣行動嘅猶大。當我哋將猶大同埋彼得作一個對比嘅時候，其實彼得同樣遭遇咗呢個慘痛嘅失敗。猶大同彼得兩個人都深深感受到佢自己背叛咗主子耶穌，但係彼得後來喺加利利嘅海灘上，佢悔改，重新得到耶穌面對面嘅挽回，最終喺復活嘅主面前接受咗寬恕，接受咗愛，同埋接受咗重新嘅託付。各位兄姊，我哋點樣從猶大冷冰同埋無盡嘅悔恨嘅結局當中反思一下我哋自己現實中嘅生命，點樣喺我哋嘅信仰裏邊作一個取決呢？喺人類歷史上留下咗一個令我最痛心嘅問題，呢個問題就係記載喺路加福音22章48節，耶穌問猶大：你用親吻來出賣人子嗎？ Judas, are you betraying the Son of Man with a kiss? 呢個猶大之吻，呢個 kiss， 本來就係一個最親密嘅舉動，但係竟然被扭曲成為一個謀殺老師嘅暗號。我講咗好多次，猶大唔係局外人，係局內人。我哋不禁要問，一個跟隨咗耶穌咁多年，聽到主宣講永生國度嘅人，點解仍然會選擇走向歧途啊？原因只有一個，就係猶大對天國嘅誤讀，
雖然有佢按照住耶穌嘅教導，付出咗跟隨耶穌嘅代價，選擇放棄喺加略地自己嘅家人，北上去參加耶穌呢個群體。可惜呢一切親近神聖嘅事同埋物，呢一切嘅屬靈嘅言語，都冇法取代猶大對上帝國嗰種錯誤嘅要求，係吻合佢嗰種扭曲咗嘅理想主義。猶大係可以完全融合呢個群體之中，但係佢嘅心依然係遠離上主嘅心意，佢嘅內心並冇回轉。老實講，當日唔明白天國嘅旨意嘅，何止猶大一個啊？其他11個門徒何嘗不是呢？佢哋同樣聽咗好多嘅天國嘅比喻，但係佢心中對天國嘅想像仍然係停留咗喺地上王國嘅統治，即係想解放以色列脫離羅馬嘅統治。路加福音22章24至28節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到最後嘅晚餐，最危急嘅時候，耶穌講到自己即將被出賣，並且會死。呢12個門徒有咩反應啊？路加福音裏邊22章，門徒有咩反應啊？佢哋嘅竟然立刻開始爭論啊！邊個喺新政府裏邊能夠坐第一把交椅？由此可見，所有跟隨耶穌嘅門徒，全部都係錯估咗形勢，全部錯估形勢。但係點解只有猶大一個係走向自己毀滅嘅道路啊？最大嘅分別就係猶大係唯一一個出手行動嘅人，其他嘅門徒因為充滿咗恐懼、困惑同埋悲傷，都匿埋晒。有幾個仲走返去加利利重操故業，但係3日後耶穌嘅復活帶嚟俾佢哋驚喜。當初佢哋唔明白呢一切所發生嘅奇蹟，耶穌向佢哋顯現，並且開導佢哋。耶穌將佢自己嘅復活同埋數千年嚟嘅應許、聖約同埋預言直接連埋在一起。然後呢班門徒先至恍然大悟。路加福音24章44節好清楚話俾我聽，復活後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明白聖經。呢一句唔起眼嘅經文係最關鍵性，清晰地表明白天國與彌賽亞旨意呢個嘅心竅，係喺復活之後，門徒先至被正式開竅，係上帝俾門徒嘅一個新計劃嘅開始。猶大死咗啦，佢俾人嘅信息就係佢錯過咗呢份開竅嘅福氣。自此之後，猶大從人類嘅文明裏邊消失。猶大喺基督受難當日或者之前，佢就自殺咗啦。佢以為自己了結生命就一了百了，可以清還呢一筆帳，或者結束佢自己嘅羞恥嘅心。猶大錯啦，佢錯就錯在喺耶穌復活之前死咗。點解啊？因為呢個成為咗與基督完完全全嘅隔絕啊，徹底同上帝任何復活嘅機會隔絕啊！呢份重建同復和，正係復活嘅主為門徒所預備走向永生嘅一個福分嚟嘅。我開一個 side box 講一下，猶大死咗之後，早期嘅教會係確想保有12個門徒進行補選嘅事。喺《使徒行傳》1章21、22節話俾我哋聽，彼得界定咗猶大繼任者嘅資格。
佢有好嚴格嘅要求嘅。呢段聖經話，所以主耶穌喺我們中間始終出入嘅時候，就係從施洗約翰起，即係呢個始，直至到主離開我哋呢個終被接上升嘅日子為止。呢個人啊，呢新選呢個人必須從那日常與我們作伴嘅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嘅見證。所以佢哋要選一個人，係由始至終都係跟住佢哋一齊嘅，包括耶穌復活之後，佢能夠有個見證。彼得列出呢一份咁嚴格、咁高要求嘅履歷，呢一份嘅要求就係嚟自路加福音24章。頭先我講門徒避開竅嗰個心竅，門徒要開咗心竅，先至能夠升任做天國福音嘅傳遞者。我哋都係一樣。如果我哋未開竅，係冇資格做呢個福音嘅傳遞者。而猶大係永遠冇辦法履行呢個職分、呢個使命。所以由此可見咧，頭先我話猶大係管唔止13個人嘅錢嘅食宿嘅各樣嘅嘢，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要求，一定係多過13個人一齊。多過12個門徒同耶穌一齊，一定係有一班人跟住佢哋，只不過聖經係冇記載。但係從呢度睇翻轉頭就知道，如果唔係你點選馬提亞出嚟啫？從始至終要跟住佢哋喎，所以一定係多過13個。各位，喺我哋人生裏邊係冇如果嘅。但係如果猶大真係多能夠活多3日，咁呢個復活嘅耶穌就肯定好似揾彼得一樣去主動揾猶大。所以呢個如果提醒咗我哋，僅僅因為我哋今日睇唔到出路，並唔意味着上主冇為我哋明天嘅復活發動奇妙嘅工作去準備。耶穌嘅復活帶俾每一個信徒徹底重塑自己生命嘅機會。我哋所信嘅十架同埋復活帶嚟一個信息，呢個信息就係冇任何嘅罪係大到連上帝嘅恩典都冇辦法覆蓋。呢個就係我哋所信，我哋嘅信仰帶俾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盼望。呢個就係推進基督徒人生嘅引擎，呢個就係做基督徒嘅福氣。各位兄姊，上帝嘅寬恕正係等待緊向佢回轉嘅人。願上主祝福各位，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人類嘅救贖者，三位一體嘅上帝，誠心所願。感謝主嘅話語，讓聖靈喺我哋裏面動工，鼓勵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實踐主嘅教導，見證上主。請會眾起立，讓我哋再以信靠禱告呢首詩歌回應主道。非我願做之事，非我願去之處，求主以你恩典決定我每一步，走着信靠之路，這是我的禱告。求主用你慈愛令我展翅高飛，不要依我的意思，只相信你
你的旨意，我一生必得勝，因你與我同在，將我所有放於你手，深知你已為我代求。耶穌，你是我神，我已一生信服，願你保守。請坐。而家讓我哋透過金錢奉獻回應上主。今日係關顧主日，為彰顯基督精神彼此分享，本堂嘅崇拜第二次捐會改為敬老捐，第一次係主日捐，第二次係敬老捐。請大家同起立，讓我哋一齊祈禱。全能嘅上帝，施恩嘅主，一切美善嘅事物都係你所賜予嘅。求你悅納我哋甘心樂意嘅奉獻，藉此感動我哋奉獻自己俾主差遣，榮耀你嘅名。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請坐。弟兄姊妹平安。今日係關顧主日，我哋都係為到幾項嘅事情去禱告。頭先提過關顧部，教會有部門同埋牧區，願主加添智慧俾關顧部嘅成員、教牧同工，能夠讓部門同埋牧區彼此配搭，盼望能夠建立一個跨代同行嘅屬靈大家庭。亦都我哋身處喺戰爭、天災同埋貧窮嘅當中，為到嗰啲
身歷苦難嘅人們去禱告，求主憐憫，亦都盼望能夠透過救援嘅機構、各地嘅教會，能夠實質嘅將物資送到有需要嘅地方，亦都求主保守我哋整個群體係能夠實踐彼此相愛。關懷唔係單止係教牧長執同埋侍奉領袖嘅事，係每一個門徒嘅使命。而我哋日常嘅生活之中，多一句親切嘅問候，多一份真誠嘅關心，將主愛傳遞出去。跟住落嚟，我哋有片刻嘅安靜默禱，為到以上幾項你諗到嘅聖靈感動你嘅，擺上喺禱告裏邊。跟住我會帶領大家一齊祈禱。我哋同心禱告，愛我哋嘅天父上帝，好多謝你賜下耶穌基督，冇嘢能夠將我哋同耶穌基督嘅愛隔絕。主啊，願我哋所領受嘅道喺我哋心中成為好大嘅提醒，叫我哋喺呢個你賜俾我哋人生裏邊，好好嘅珍惜呢一份救恩，去將你嘅關懷同埋呢份慈愛去帶俾身邊嘅人。縱然我哋有軟弱，但係你所賜嘅寬恕係超越我哋一切嘅軟弱同埋罪。只要我哋有願意悔罪嘅心，你就憐憫，你就赦免。實在我哋係不配，但係你卻係咁樣去愛我哋。你將我哋擺喺教會嘅群體裏邊，求天父你幫助我哋，唔單止係關顧部嘅部員，而係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都信服、信靠耶穌基督，學效耶穌基督嘅榜樣，去真誠嘅關心身邊嘅人，特別喺患病嘅、喺軟弱嘅、經濟有困難嘅肢體嘅裏邊，求天父你差派使者，就係我哋每一個去到你愛嘅人身邊，將呢一份從上帝而嚟嘅愛去帶俾呢個世界。特別喺我哋身處嘅世代，唔單止係有天災，更加係有好多人禍同埋戰亂。主啊，幫助我哋作為耶穌基督嘅門徒，我哋能夠按住你嘅心意，去將愛同埋和平帶俾我哋身邊每一個，亦都透過禱告，將你嘅心意去彰顯俾喺困苦當中嘅人。主啊，幫助我哋唔單單係單顧自己嘅事，亦都係去顧念別人嘅事，亦都喺關顧別人之先，我哋都懂得去關顧自己，以致我哋有力量、真心嘅、誠意嘅，將主呢份愛去傳揚出去。主啊，多謝你垂聽我哋同心合意嘅禱告，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
我哋今日舉行聖餐典禮，歡迎所有已經領受咗成人洗禮或堅信禮加入教會嘅兄弟兄姊，不分任何宗派種族，嚟到恩主嘅聖桌前，同守聖餐，紀念主愛，分享主恩。未領上述聖禮者，請安坐默禱，站立領牧。請會眾起立，我哋一同宣告我哋嘅信仰。我哋一同誦讀尼西亞信經。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並造有形無形的萬物的主。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前，為父所生的，從神出來的神，從光出來的光，從真神出來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與父一體的，萬物都是藉着主受造的。主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聖靈感孕童女瑪利亞，取着肉身並成為人，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十字架，被害埋葬，照聖經第三日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必有大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度無窮無盡。我信聖靈為主，並賜生命的根源，從父子出來的，與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榮。他曾藉着先知傳言。我信唯一聖而公的教會，眾使徒所傳者，我承認為赦免設立的獨一洗禮。我指望死人復活，並來世的生命。阿們。請會眾仍然站立，我哋唱聖歌，譜頌第242首《披上喜樂歌》。我
我們今在上帝監臨下舉行聖餐典禮，我要向上帝發聲呼求，我向上帝發聲，他必留心聽我。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從你而來。親愛嘅兄弟姊妹，你哋若真實悔罪，與人親愛和睦，立志自新，從今以後遵主嘅命令，行主嘅聖道，就當全信心前來領這聖餐，得受安慰。我們先應當在無所不能嘅上帝台前恭敬坐下，低頭認罪。現在讓我哋一同反思己過，靜默片刻。請同眾認罪文。無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穌基督的父，創造萬物、審判萬人的主，我們素來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都有過惡，得罪上主，干犯主的聖怒。現在我們悲傷哀痛，承認所犯的罪。我們因為這些罪，深深懊悔，思想我們的過惡，心裏憂傷。求慈悲的父憐憫我們，為聖子我主耶穌基督赦免我們從前的罪，又賜恩典，叫我們從今以後改過自新，遵主的聖意，服侍主，將尊貴榮耀歸於主的聖名。這是靠主耶穌基督求的。阿們。無所不能嘅上帝，我哋嘅天父，主曾發大慈悲，應許將赦罪嘅恩賜俾誠心悔罪、真實信靠主嘅人。而家求主憐憫我哋，赦免我哋，救我哋脫離所犯嘅一切罪惡，激發我哋，堅固我哋，使我哋勇於為善，能夠得永遠嘅生命。呢個係靠我主耶穌基督求嘅。阿門。請聽聖經上對謙卑懊悔嘅人所說嘅話。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挽回的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現在讓我哋齊聲以主耶穌教導我哋嘅向天父祈禱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門。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嚟到主嘅聖桌前，感恩謝禱。全能嘅聖父，昔在、今在、永在嘅上帝啊！無論喺何時何地，感謝讚美你，實在係合宜同埋美好嘅。你藉住活潑嘅道創造萬物，又宣告佢哋係美好嘅。你照住自己嘅形象創造人類，使我哋分享你嘅生命同埋反映你嘅榮耀。天父啊，你為要救贖我哋，曾發大慈悲，使獨生聖子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喺十字架上獻上己身，為世人作完全嘅贖罪祭，只此一次。佢又設立聖禮，叫我哋常常紀念佢嘅受死，並且喺聖福音書上吩咐我哋常常奉行，直到佢再降臨嘅時候。而家我哋恭敬祈求慈悲嘅父賜下聖靈，施恩賜福呢個感恩筵席嘅餅同埋杯，又求父應允我哋嘅禱告，賜俾我哋恩典，使我哋遵依聖子救主耶穌基督嘅命令，
紀念佢嘅受死遇害，領受主所賜呢個餅同埋杯，就係領受佢嘅聖體寶血。而家你嘅僕人謹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喺呢度舉行聖餐儀節，願主駕臨賜福。阿門。喺主耶穌被賣嗰夜，佢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分給他的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要喝，這杯是我立新約的血，為你們和眾人免罪而流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而家讓我哋一同用謙卑感恩嘅心，虔守聖餐，共沐主恩。我哋注目喺手上邊嘅聖餐，揭開第一層透明嘅膠膜，攞出餅嚟。主耶穌話：呢個係我身體，為你哋捨嘅。而家請大眾一同吃，紀念主為我哋捨身，應當心內信服、感謝，然後領受。我哋揭開第二層，裏邊有葡萄汁。主耶穌話：呢個係我立新約嘅血，為你哋免罪而流嘅。而家請大眾一同喝，紀念主為我哋流血，應當心內信服、
感謝，然後領受。我哋一同起立，同心祈禱。全能永在嘅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你用你獨生聖子嘅身體同埋寶血養活我哋。求聖靈恩助我哋，使我哋能夠喺每日嘅生活之中長進，知道點樣去實行你嘅旨意，服侍人群，見證上主。願所有嘅尊貴同埋榮耀都歸於三位一體嘅真神，至高嘅主宰。阿門。請仍然站立，領受從上帝而嚟嘅差遣同埋賜福。我謹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差遣你哋回到工作同埋生活崗位，常常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敬愛上帝，愛人如己。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請坐。跟住落嚟，我哋有家事嘅關心。咁首先呢，歡迎第一次嚟到公理堂參加崇拜嘅來賓。請問在座當中有冇呢？如果有呢，你可以舉一舉手，示一示意，等我哋可以歡迎你。都嚟過咯喎。咁我哋同隔離嗰位互相問安，願喺風雨之中你有平安。咁我哋咧睇下其他嘅活動啦。馬大交流會8月1號咧有活動，週末咧係茶聚，地點喺8樓，時間咧係下晝2點鐘。而福音粵曲組嘅分享會亂世中嘅平安係喺8月15號，時間咧係下晝2點到4點，地點喺6樓嘅演奏廳。內容係笙歌萬舞頌主恩，包括咧有福音粵曲、讚美操、守靈同埋福音嘅信息。如果大家有興趣咧，請到辦事處或者係主日地下大堂索取門券，額滿即止。有關第98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大家都喺期待嘅裏邊嚇。8月1號至到10號，總題係翻轉生命，更新事主。本堂咧將於禮頓道堂1樓副堂現場直播各堂嘅聚會，請大家留意。公理堂助學委員會嘅通告：凡申請助學者，最遲喺8月9號辦理有關手續。主要嘅對象係升讀本港嘅中學或者大專嘅年青人，詳情可以參閱週刊。而另外百年樹人培才專款係為到有志修讀有關神學、宗教教育同埋教會行政等等嘅課程提供嘅津助。有意申請嘅亦都可以去辦事處索取簡則同埋申請表，亦都係要喺8月9日之前交回。凡係考慮全時間或者部分時間攻讀神學課程嘅弟兄姊妹，可以同譚日升牧師聯絡。最後一個同工嘅消息，
黃可安宣教師將於7月31號至到8月3號帶領台北訪宣團。我見到咧訪宣團都有啲弟兄姊妹喺度啊，咁啊，係咪啊？好啊，咁我哋祈禱咧，盼望佢哋行程咧好有豐富嘅領受。今日嘅報告咧係到呢度，我哋可以散會，亦都如果有時間咧可以留喺度，大家互相祝福。